後來鄉親啊，繼續來看鄭習會。早起11點，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佇個北京人民大會堂來會面，這是國共兩黨的領導人讓10年再度來會面。習近平講願意佇個9二共識、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加強交流對話。啊，鄭麗文講希望兩化共同推動和平的制度化。啊，就離因兩人會面進前，總統賴清德鋪文講向維權者妥協，無法度換來自由，更加無和平。鄭習會佇咧握手14秒內底展開頭部，讓10年國共兩黨領導人過一擺面會。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佇咧中國人民大會堂當大廳見面。我們願在堅守9·2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同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台灣各政黨、團體、社會各界人士一道，加強交流對話。在堅持9·2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應該進一步的籌劃與建構具制度性與可持續性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兩邊攏重申9·2共識和反對台獨。佇咧第站開放翕相攝影致辭過隨關門會談，只是講什麼？咱外交部希望鄭麗文會當精準傳達這3點想法。我們也有一個訴求，就是說中國能夠立即的停止用這個基建擾台，這是台灣的主流民意。而不是一個黨派的，或者甚至是個人的一個訴求。總統賴清德這當陣嘛，佇咧鄭習會上場進前，佇咧社群鋪文向維權者妥協，只是用主權和民主做代價，未換來自由，更加無和平。兩黨領導人面會後續的後續，全民持續關注。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